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32章，这三个人就停止无搁引约伯，因为伊坚持家己无罪。迄时有波斯人属地兰的族巴拉加的囝以利户真受气约伯，因为约伯看家己比上帝较对。伊嘛受气约伯三个朋友，因为因无话通应，还佫甲约伯定罪。以利户要甲约伯讲话，还得听候，是因为因三个比伊较侪岁。以利户看即三个人无话通应，就大受气。波斯人巴拉加的囝以利户回应讲：我少年，恁年老，所以我歹势，毋敢对恁发表我的意见。我讲，着互年岁济个先讲，互年纪大个用智慧教示人。毋过人的内面有心灵，就是全能者会开，话互人明理。较时大个无拢有智慧，较年老个无拢会晓分辨是非。所以我讲，恁着听，我要发表我的意见。看，我有在听恁讲话，注意听恁的辩论，期待恁找到适当的话。我有注意听恁讲，毋过恁无人会当辩倒约伯，无一个会晓应伊的话。恁毋通讲，阮有智慧，会赢伊个是上帝，毋是人。约伯毋是在甲我辩论，我嘛袂用恁的讲法甲伊应。约伯啊，恁硬硬无搁应，无话通讲，因无讲话，恬恬徛地无搁应，我减着搁听候。我嘛要讲我应该讲的话，发表我的意见。我有真侪话要讲，有一百气伫我内面在滚搅。我的腹内亲像有风密密的酒，亲像新的皮地，得要壁立。我要讲出来，通透气，我要开喙来应。我袂看人的身份对待人，嘛袂扑他人。我袂晓甲人扑他，若话我的创造者真紧就甲我处罚。